这个案子的设计概念，我们用了游园的概念，像《红楼梦》里面，我们刘姥姥逛大观园的时候，她进到园子里面会有很多个不同的角度跟角落，可以让她赏玩。所以我们在入口玄关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线是非常长的。动线的迂回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入口从这边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我做的格栅效果，然后让整个动线可以左转、右转跟直走，它可以做一些选择，让空间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空旷。在窗景的处理上，我们做了很多机关，我们用了屏风的方式，在每一个窗户的前面做了一些木头的、金属的或是窗帘的不同的效果，把窗景遮蔽起来。遮蔽起来的窗景可以让整个视觉从外面的景观到室内的效果，让它层次感更丰富。